各位同学，我知道你们已经跟妙妙建立了很好的感情。妙妙要到上海了，我们一起来祝福她，希望她到新的学校也可以快乐学习。再见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跟我来吧。拿着。慢慢看吧。妙妙不喜欢香菜的味道，一点都不能加。你给她奇异果，她会过敏。她很爱踢被子，晚上也要起来给她盖被。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一个小小的冰淇淋可以让她满血复活。当她思考的时候，她喜欢皱眉，记得抚平她的眉心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永远要比她勇敢。千万要尊重他自由的意志，把他当是一个完整的人，相信他的能力，不要干涉他的创意。有时候你要向他学习，你可能会获得更多。有时候他不是你的孩子，更像你的镜子。记得啊，到那边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管是白天晚上，都随时可以打给老爸。知道。还有啊，如果上海那边生活得不开心，记得跟老爸说，老爸马上飞过去，把你接回来，好吧？那如果我想你怎么办？妹妹啊，来听听，听到什么？大海的声音。你要想老爸的时候，就把这个贝壳拿出来听一下，听一下海的声音。哪里有海了，哪里就有家；哪里有家了，老爸就在那里，好吗？
肉包就交给你了哦，你要按时喂它吃饭，常陪它玩哦。我知道了，我可是肉包的干妈哎。我也会常常去看肉包的。不准欺负它哦。我才不会，我还会常常买猫罐头给它。谢谢。放假回来的时候，记得要带好吃的东西回来给我们吃哦。一定会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妙妙，这个是美秀姨亲手做的地瓜球，让你带去吃。要记得想念美秀姨哦。谢谢美秀姨。乖。来，妙妙。妙妙，我一定会很想你的。我也会想你的。妙妙，我也会想你。妙妙，到了上海会有新老师、新同学，有任何问题都要像在垦丁一样，勇敢举手发问哦。妙妙，这个是琳达阿姨帮你织的围巾。到上海，如果你觉得冷的话，就把它围起来，就会很温暖。然后你就可以想象你在垦丁，好不好？谢谢琳达阿姨。一张贝贝，你要好好照顾琳达阿姨哦。哦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妙妙，要走了？这是什么？拿着。想家的时候，想太爷爷的时候，吃一个，心里会甜甜的。哇，这么多礼物啊！来，先收起来，我在上海再带。妹妹啊，它这小肉包，以后你每天带给它，就把它当是肉包。老包已经给他交代个任务了，我让他每天陪着妙妙，让妙妙就有人陪了。爸爸爱你。记得啊，什么时候想老爸了，多听听海的声音。只要听到海的声音了，老爸就在那里。祝他晚安。
啊，那是陆家嘴，有很多高楼，跟垦丁不一样吧？有没有？那个高塔呢是东方明珠。开心点嘛，喂！很快就到家了啊。这里是以后我们俩一起生活的地方。你看，这里平时阿姨就在这里工作。这边呢是大阳台，每天都会有特别美丽的阳光照进来，喜欢吗？好大呀！过来，这边呢就是厨房，阿姨每天都给你在这里做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。还有这个冰箱里面有好多好吃的，你想吃什么你随便拿。还有你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告诉阿姨，阿姨给你买，好吗？妙妙的房间不是还没参观吗？去参观参观。好，来，去吧，慢点。带你去房间看看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你看，你以后就住在这个小屋子里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写字台，以后你就在这里写作业、看书。还有这里，你看，这边有好多好多的玩偶，阿姨给你买的，喜不喜欢？没关系，你看，阿姨还给你买了很多很可爱的衣服，还有这个小袜子。这个床可软了，你要不要坐坐看？快来，舒服吗？行李来啦！哇，好漂亮的公主房啊！谢谢你。谢谢我干嘛呀？应该谢谢阿姨呀。谢谢。那我先出去了啊，你们好好聊，好好聊。妙妙，是不是不喜欢啊？那你在这玩会儿，我去找弟弟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妙妙不太开心。第一天嘛，他刚刚来，而且小朋友肯定会不适应的，有个过程。也对。你要慢慢学会跟他独处，有任何事情呢，有任何问题，给我打电话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我的所能，照顾好妙妙的。我知道你会尽你所能的，但是呢，你现在需要学会的是放松、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好吗？那我走了。记得有问题找我。拜拜。
想家的时候，想太爷爷的时候，这个心里会甜甜的。妹妹，来听听，听到什么？大海的声音。你要想老爸的时候，就把这个贝壳拿出来听一下，听一下海的声音。哪里有海了，哪里就有家；哪里有家了，老爸就在哪里，好吧？太不习惯了，没有妙妙的声音，我真的太不习惯了。我也不习惯呢。平常这时候，他都已经放学回家了，他爷爷给他吃的那个糖果，他都会分给我吃。没有他以后，每天到这个时候，我一定会血糖低。没有妙妙，我也不习惯。妙妙一定也很不习惯上海，光是吃的东西就一点家乡味也没有。我的鸡茸粥，在俊的水饺，还有我的香蕉奶油松饼，没有这些，妙妙怎么可能会习惯呢？老板，老板，他应该到了吧？怎么连一个电话都……有没有到了？安全抵达，一切很好，请勿挂念。12个字。哎，老板，他跟你很不熟是不是？他传这种信息也太敷衍了吧？没事啊，妹妹平安到达就好了嘛。哎，老板，你不要伤心，不要偷哭啊，不要担心啊。妹妹跟她亲妈在一起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是怕你太想念妙妙，然后会茶不思饭不想，这样被思念折磨啊。哎，天心，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好像是你在思念保罗啊？他过几天就要回加拿大了，会回来吗？哎，跟人家学什么谈远距离恋爱啦？看不到也摸不到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住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他就把你忘记了。什么感情深没有用的，距离是什么？距离就是距离呀，就。老板，你不一样的，妙妙不会把你忘记的，不会。什么距离很远，可是心很近啊。老板，特别近。老板。美秀姨，没有妙妙，我们老板他挺得住吗？
喂，再见。喂，正来。喂，你们到怎么也没有消息的？哎，小萌不是给你发短信了吗？那个短信真的够短的，加起来才12个字。你放心吧，妙妙挺好的。哎，这第一个晚上你又那么想他啊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有我呢。行。行啊，你们到了就好了。早点睡吧，啊。哎。喂。什么啊？我在俊啊。妹妹已经睡了，我去叫她。不用。没事。那晚安。晚安。来懒虫，起床了！苗苗，起床了，别赖床。是的，因为我家女儿她从来没有学过，可能就是要从头到尾的学。是。真的吗？老师真的愿意教她？那妙妙真的太幸运了，谢谢你老师，我会准时带她去上课的。谢谢你。那你忙吗？妙妙。哇，妙妙穿上这件衣服，好像个小公主，好可爱呀！哦，高姐，这是我女儿妙妙，这是高阿姨。高阿姨好。啊，原来这就是妙妙啊！哎呀，宁小姐的女儿真可爱。妙妙，
以后呢，高阿姨会经常来家里打扫卫生，然后我和爹地要是没有时间去接你下课的话，高阿姨会去接你回家。不能骑脚踏车吗？脚踏车，上海和肯定不一样的。上海的马路上有好多的车子，骑脚踏车会不安全。如果妙妙想骑车的话，等休息日的时候，阿姨带你去骑好不好？哦，那高阿姨，我们先走啦。好。来吧，妙妙，我们出发。刚刚啊，我还帮你联系了一个钢琴老师，那个老师啊，教钢琴教得特别棒。妙妙，这里就是上海最有名的陆家嘴公园。你看，这里有好多的高楼大厦，属于上海最好的地段。妙妙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以后常带你来，好不好？妙妙怎么了？妙妙，我刚给你买了奶茶，来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我还给你买了上海最好吃的马卡龙，看，有好多个颜色，有绿色、黄色、粉色。妙妙喜欢哪个颜色？妙妙不喜欢吃吗？妙妙，这个是你一会儿洗澡用的浴巾，谢谢。那你过会儿去洗澡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带妙妙去哪玩了？就在家附近随便逛了逛，让她熟悉一下家里的环境。哎，妙妙人呢？在洗澡。哎，你都买的什么呀？给她买一些糖果，还有睡衣什么的。睡衣，我跟她买了2件新睡衣。你看看我给她买的，特别宽松，特别舒服，她就喜欢这样的。还是你了解他，跟他住过总是不一样。谢谢你啊。哎，我可是他老爸，他来到上海，我也要负责的好吗？哎，
今天跟他单独在一起，感情有没有递进啊？妙妙不太跟我讲话，也许是我不够了解他，让他觉得无聊了吧。还有一个可能啊，他刚刚来这里，他总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嘛。他还是个小孩子，慢慢熟了之后呢，话就会多的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这个做妈的一定不能气馁，我得正向思考，积极主动。没错，千万不要气馁啊，积极主动。我知道了，这才是宁小萌。我会努力的。我可以回垦丁吗？才刚来上海就想回去了？我比较喜欢垦丁。哦，比较喜欢。那你也可以慢慢喜欢上上海啊。上海有迪士尼，肯定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开了吗？开了啊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上海很多好吃的。台湾的小吃非常美味，但是上海的小吃也特别棒。难道你不想吃一吃吗？把那些小吃全部都吃光再走，好不好？答应我。还有啊，有没有想过新学校是什么样子？你的新同学们又是什么样子？有可能有个新的牛魔王啊，天天欺负你，天天跟你斗，跟你玩，不挺好的吗？妹妹，要不要吃吐司啊？这样吧，阿姨给你抹上酱，然后吃起来就好吃了。妹妹怎么不吃了？是阿姨煮的饭都不合你胃口吗？我吃饱了。吃这么少就吃饱了呀？是不是不好吃呀？那你吃点水果啊。我来开门。妙妙，早安，来亲我一下，快进去，快进去，哈哈哈哈哈！好啦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就吃早餐呢。过来一起吃吧，我们一起吃早餐。好啊，我陪妙妙吃早餐。你要不要吃鸡肉？好吃吗？不错不错不错。那你要吃番茄吗？还有这个面包有沾果酱。等一下，这都是你做的？是啊。叫外卖吧。我又不是载具。快点吃面包啊！自己也要吃啊，来。我有吃。慢点啦，我给你切一切啊。张嘴。好吃吗？好吃好吃好吃。小萌，你怎么吃啊？我吃。吃啊。来，要吃蛋喽。蛋呢有营养，记得每天都要吃啊。张嘴。爹爹是不是喂太快了？慢点啊。你也要吃啊？也要让我吃。吃肉。你带来这么多盆栽啊？来，妙妙。居家多花草，生活必定好，听过没有？
小毛，给你说明一下啊，这一盆是我专门挑选的，它含苞待放。我对你的要求就是，你每一天呢都给它们浇一点点水，不要太多啊，记住一定不要太多。隔3天，你观察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它那个花骨朵长出来一点点，再隔3天，又长出来一点。我觉得你看着它会觉得生活很有希望。我都不知道你对植物还有研究。你不知道我的东西啊太多了，你除了适应妙妙啊，看来还得适应我。爹地，这花好漂亮哦，是长寿花吗？妹妹也懂植物啊。她可是从小在垦丁长大了，那么大自然的地方，你呀和妙妙一起照顾好它们啊，去感受它。我还真是没把握，不过我会试试的。我这个房间正好缺的就是绿植。准确来说呢，是缺少一些呼吸。妙妙，来，给花浇水，好，来喷，记住啊，先喷上面，然后呢，土壤里一定要有，不可以只喷上面，然后不喷土壤啊。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OK。看爹地还买了什么？哇，书哎！等，爹地呢，觉得你会喜欢这本，更会喜欢这本。你买这么多书？对呀，我看他书架空嘛，给他多买一些，能看多少是多少。我还摸不准妙妙的年龄该看什么样的书，就没敢买太多。你买的都什么书？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，妙妙能看懂吗？一定能看得懂。我买的是儿童版，里边拼音啊、图画啊一应俱全，一定能看懂，对不对，妙妙？还是你懂，妙妙。谢谢爹地。不客气，妙妙。以后爹地呢会尽全力的抽很多时间过来，把这些书里的故事啊都给你读一遍，你就负责听，然后把它吸收进去，好不好？说好喽。好。Let go。妙妙，以后你喜欢什么书，跟阿姨说，阿姨去给你买好吗？请进。吴总，来上班了？我趁着休假这些日子，抽空看了几个客户的案子，然后做了改装，已经发到您邮箱了，请您过目。哦，我已经收到了。小萌，你说你休假就休假呗，你干嘛还惦记着工作的事儿啊？你好吗？陶总来了，部项目报道。我们真说起你呢，你干嘛给他那么大压力啊？人家休假还得惦记着你的工作。喂，孙老师，我付工资的。事情解决了？那就好好工作。倪小萌，欢迎你正式加入奥斯顿。谢谢你，陶总。嗨，你总算来上班了呀？跟你同街考进来的那几个建筑设计师啊，早就来了。我就想，到底谁会坐到这个位子上来？话说这位子也空了好久了。是吗？说明我已经孤单好久了。哎，听说你是美国回来的？哥大的？伦敦回来的，
创新派。看得出来。告诉你个秘密啊，以前坐在你这地方的也是一个美女。像我这个人吧，就是对这个美好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偏执。你好，我叫 Brian。这个你没有童年吗？这是棒棒糖呀。是给我吗？刚才忘了说了，虽然我这人吧，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偏执，不过我没有什么耐心。谢谢。你看，橘色啊，它是欢乐的颜色，同时呢，它又是暖色系中最温暖的颜色，所以这根棒棒糖它表示我非常欢迎你加入奥斯顿。我也是。我说布莱恩先生，你能不能换个花样啊？我严重怀疑你跟这家棒棒糖公司有勾结，企图植入营销。不用理他，这个人啊，假正经。我说你干嘛呀？大家工作压力这么大，好不容易来了一新同事，稍微幽默幽默，活跃下气氛嘛。幼稚！你这棒棒糖啊，不能体现出你的高雅，倒是非常的无聊。你好，我叫唐倩，唐朝的唐，倩在文言文中是个大红色的意思，取自宋朝的16诗。停留碣石殿芳丛，一夜飞霜染倩容。可是我从来不吃石榴。为什么？我妈怀我的时候特别爱吃石榴，所以一出生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。所以说呀，人生有很多身不由己，打一出生就是这样，毫无选择。我介绍完了，你呢？我叫宁小萌，宁静的宁，柠檬的檬。我名字也是我妈给我取的。我妈说这个世界上要有一棵树可以代表人生，那肯定就是柠檬树，因为酸酸甜甜，充满希望，而且只要开花就会结果。你刚才说的很对，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，但是每个人的名字多少带着父母对新生命的祝福，所以关于人生中的身不由己，我是欣然接受的。宁小萌有点意思。哎，你看我们这儿啊，又是石榴，又是柠檬的，我们这儿都快成一水果园了。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伯母有智慧，有机会一定带我拜访拜访啊。你看不到了，他已经不在了。Sorry。好了，工作吧。要迟到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你肚子里的小蛔虫啊。我现在不跟你说了，我特别着急，你快走吧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要开会，上车吧。
你看，奥斯顿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我，你一需要呢，我就会出现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陶总，你跟我那么疏远干什么？叫我名字。陶总，小蒙董事长，小蒙董事长吉祥，你再叫我陶总，我就叫你小蒙董事长。行，我叫你陶然，但是我在公司还是要叫你陶总，省得闲言闲语。还有啊，我希望你对我和别的同事都一视同仁，我不想得到什么特殊待遇。喂，你说什么啊？我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的，我不是一个万恶的资本家哎，让你自生自灭，我怎么舍得？我的意思是你对我严厉点，我才可以成长。好啊，对你严厉是吧？我严厉起来很吓人的，你受得了吗？严厉起来了，快点吧。林小萌，我现在很严厉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休假那么久了，你也不跟我说一下你去了哪里，打手机也不通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说。我就是从美国回来，到处走走，散散心，也没带手机。你找我有事啊？没事啊，听听你声音，不可以啊？可以啊。喂，虎爷，客户那边呢，我觉得就约明天上午吧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赶过去开个会，啊，就这样。我的钱包，抓小偷啊！怎么了？抓小偷！我的钱包，就是穿黑衣服那个男的，他偷了我钱包。人呢？嘿，在那儿呢。相信你，在这点上还是要保险的吧，可以这么说。喂，干什么？喂，不是，别动！不是，怎么了？快把钱包交出来！什么钱包啊？这不是你放手啊！你不是拿着一大叠的钱包吗？我没有拿，你们肯定搞错了吧？你还敢狡辩啊！姑娘不是他，怎么可能？就是他！不是，真不是我呀！你们搞错了。不是，你看看，不是我，真不是他，有可能刚才着急认错人了。不是你不是你们真搞错了吧？你看清楚，不是我，不是。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，对不起啊。我说你是谁啊？我是上海市公安民警童丹。就你这样还民警？你实习的吧你？是啊，先生，全是我的错，刚刚在混乱中，我真的认错人了，不干这姑娘的事儿。没事没事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大姐，我们先去局里备案吧。啊，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下次看准再抓啊。妹妹刚刚从台湾搬到上海，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上都不太适应，麻烦老师多费心了。你放心，我会特别关注妙妙的情况的。妙妙妈妈是这样的，学校呢其实就是家庭的一个延伸。你放心，我会努力帮助妙妙适应这儿的环境的。其实孩子啊都是很直接，也是很敏感的。你陪他的时间越多，对他花的心思越深，他就一定感受得到。慢慢来吧，只要用心，我相信妙妙很快就能跟咱们打成一片的。我也相信妙妙会很快的喜欢上上海的，一定的。同学们，
今天老师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新转到我们班级的同学，这位同学的名字叫做左妙妙。我们现在用掌声欢迎新同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姜老师希望呢，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呢，大家可以互相帮忙，多多关照左妙妙同学。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好，谢谢大家。等等，第二排那个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。同学们把课本翻到第6页。哇，西雅图呀！哎，胡飞，你妈给你买西雅图了？是啊。哇哦！好大！好大！二胡是新的，可是你拉起来啊，怎么还是没有长进？还学嘛？你有多高？小优下周就要代表学校参加钢琴比赛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会钢琴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毛豆还会抱小提呢，是吗？毛豆。唉，是我妈逼我去学的，我可不喜欢。对了，我妈说我要去学打鼓。你行吗？这，哎呀，重在参与嘛，学玩啦，很酷的。哎，他会不会什么音啊？哎，左妙妙，你会什么乐器？我什么都没学过哎。什么都没学过？当今这社会还什么都没学过？哎，真是不可能啊！那咱们玩咱们的，不理他了。反正什么都没学过，没有什么乐器可聊。呀，学着玩。我有海洋的声音。什么海洋的声音？海洋的声音。海洋的声音？对的，很奇怪。什么东西？没见过。这就是海洋的声音。哎呀，没玩呢。对呀，怎么玩呢？不可能。来，咱们来好好研究一下。哎，对，这里是什么呀？我哪知道？你学二胡都不知道，看吧，所以我就说你们拉的五音不全，连这个都不知道。这一点都不内行嘛，这软糖啊！这是饿了咬一咬继续练。软好糖吗？妙妙，弟弟，今天第一天上课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认识新同学？有啊，那跟新同学们相处的怎么样？怎么啦，妙妙？哎，在垦丁呢有你老爸，在上海呢有你爹爹，有什么话不能说啊？说吧。同学都好像不太喜欢我。不太喜欢你？不可能啊！我们家妙妙这么可爱的。妙妙，我告诉你啊，人与人之间呢相处有个过程的，慢慢就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妙妙，姿势不对，手立起来，立起来，这样。你看你是这样趴下了，真的可以吗？来，立起来，再来。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这个手要立起来。你看你每次都趴下的，重来。妙妙，上钢琴课不专心听讲呢，认真弹。手又趴下了，重来。毛豆啊，你说说你怎么就不能让妈妈省点心啊？你别的同学被学校叫去都是因为受到表扬，你倒好啊，净给我闯祸。我一到你们学校被老师骂的真是脸都丢尽了，怎么生了你一个这样的儿子啊？
蹲好。哎呀，毛豆，妈妈拜托你，你给妈妈长点脸，你就好好学习好吧了，不要在学校老是打架。哎呀，小东西，干嘛呢你？又闯祸了？快回去写作业吧。哎，毛豆，小姨让我回去写作业喽。你就惯着他吧。哎，姐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不认可他管着谁呀？是，就因为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我才得好好管教他呢。哎呦，哎，你今天去单位报道的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，刚去就碰上一个乌龙，被领导给训了一顿。哼，你呀，被毛豆传染了。传染什么？闯祸是种病，吃药吧。姐，我都够倒霉了，你还在那儿调侃我。好啦，毛豆，你们两个赶快把手洗洗，吃饭了啊。知道了。吃完饭我再好好训你们。妙妙，妙妙，来进去吧。回来啦。妙妙，今天冷不冷啊？那妹妹今天的钢琴课呢？那先去洗手好不好？妙妙，去洗手啊，把手好好洗干净，去吧。吃什么呢？你留下来一起吃吧。煎鸡蛋、木耳炒山药。汤来了。你好。你好。林小姐，这位是高姐，我忘了跟你介绍了，这是郑磊，是妙妙的爹地。是先生啊！哎呀，终于见着您了。不是先生，不是先生，他是我大学同学，是多年的好朋友。啊，对对对对。那个高姐，那个妙妙这边麻烦您多照顾。没关系，不麻烦，妙妙很乖的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先生，郑先生，对，郑先生，郑先生。林小姐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，好。谢谢高姐啊，谢谢高姐。是妙妙的爹地，但又不是先生啊，好奇怪哦。妙妙，来吃块鱼。记得啊，一定要多吃鱼，对脑部的发育好。妙妙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是不是这些菜不合你胃口？那妙妙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，我可以下一次请高姐给你做你喜欢吃的。今天第一次去新学校，喜欢吗？还好。对了，那个钢琴课，刚开始的阶段呢，就是学音节，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。但等将来妙妙可以弹上一整首曲子的时候，就会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。你喜欢什么曲子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请老师先教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吃饭吧吃饭吧，你也赶紧吃，凉了。吃饭最重要。妙妙多吃一点好不好？给你夹菜。
这是木耳、山药啊。妙妙，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吃掉啊！吃完之后呢，爹爹带你到阳台上去看一下那些植物长得怎么样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乖乖吃饭，放到嘴巴里。对对对。你要喷，哇！然后呢，从上面，哇！好玩吗？好玩。来，给你举高，1、2、3，哇！喷它！耶！1、2、3，哇！要不要给鱼加氧？试试，把这个。闹钟先调好，苗苗，告诉爹爹，是不是心情不好？说吧，跟爹爹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快告诉爹爹。可不可以不要上钢琴课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师很凶啊。老师很凶。那这样好不好？爹地呢，让老师对你温柔一些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不要上？就是不想上。好的，爹地明白了。但是淼淼，爹地呢想告诉你，你要明白为什么让你去上钢琴课。首先呢，音乐是人类非常非常好的朋友。当你不开心的时候，当你很烦躁的时候，你如果听听音乐，你就会舒缓下来，心情就会好起来。所以人类呢是离不开音乐的。第二，爹爹还想告诉你呢，如果你学会了弹钢琴，这就是你人生的一笔财富，这就是你一个很好的技能。还有一点，爹爹想告诉你，任何事情呢，一开始做的时候都是有难度的，我们不要知难而退，我们要勇往直前，要克服它，明白了吗？好，现在呢到了我们的讲故事时间了。想听什么？西游记。西游记。上次讲到了多少？12，我找一下啊。第13讲到了降服白龙马。话说，有没有睡啦？睡着了，听着故事睡着了。小猫，妙妙她不太想上钢琴课。可能是刚开始吧。妹妹应该要有个适应期，你先别急着下判断，慢慢她就会喜欢上的。你看这个，这上面都说了，10个小孩子必须要学的才艺，这个是妈妈论坛。拜托，等会儿，你就靠着这些教育妙妙？那我就是想从别的妈妈身上多学习，他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，不然谁教我啊？我8岁就没有妈了。你啊，你现在不要太多想啊，你能够给他些什么？你应该想他现在这个年龄段，8岁孩子他需要些什么？就拿上钢琴课这个，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妙妙她需要什么样的老师？我考虑到了，所以我给他请了最有名的老师啊。最有名并不意味着就适合他呀。我请这个老师花了很大一番功夫呢。我知道，但你要想想，最适合他才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拿你给他报了什么
钢琴就不用说了，毛笔书法，什么餐桌礼仪，他才8岁的孩子，你说他现在学什么餐桌礼仪干什么？等他以后，你听我说，10岁、12岁，他以后慢慢成年了，他再学起来不晚的，一点都不晚，慢慢来。可是你想啊，现在是国际化的世界，等将来妙妙肯定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，他现在就开始学的话，对他是有好处的呀。你看你这个就典型的在用成年人的思维在思考孩子们的问题。我麻烦你学会换位思考，你要站在一个小朋友的角度考虑一下。哎，钢琴课我喜不喜欢？你说餐桌礼仪，他现在当然不会喜欢了。行吧，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把他的礼仪课换成芭蕾课好了。女孩跳芭蕾肯定特别有气质。干嘛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说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难道什么都不学了吗？都错过8年了，我想快点弥补上，不然我心里面特别难受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任何事情它都有个过程，你不要着急。我现在就是想快点给我的孩子给最好的最多的呀。最多的最好的它不一定是最佳的呀，我们要寻找到最佳方案，教育孩子的最佳方案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再多再好没有用，给他没有用的。还有点我要提醒你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当他不愿意搭你的话的时候，其实他的内心在排斥你。所以啊，你就想想他现在这个年龄段喜欢什么，爱做什么，从这个点出发，我们把它伸展开来。想想吧啊，我先撤了，走了，回去还一堆事儿呢，拜拜。路上注意安全啊。拜拜。妹妹好吃吗？妹妹吃个鸡蛋吧，鸡蛋很有营养的，对你成长有帮助，好吗？怎么了？那吃个草莓好吗？我吃饱了，我先回房间。爹地来了，爹地早安。早安，妙妙来了。干什么呢？吃早餐呢？没打搅你们吧？没有。那就好，妙妙，爹地给你带了动画片。耶！喜欢吗？妹妹能看这些吗？当然能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小心，电话掉水里啦！催，就知道催。好看吧？啊？这不是你老板给我的箱子啊！坐过来，苗苗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我的箱子换了，难道？过来，过来，坐了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好的。果然是他吗？小熊熊，
幸好有你，每次有你在，妙妙就会特别开心。哎，我觉得啊，刚才特别的好，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你和他之间的那个距离啊，慢慢的接近了，走在了一起。真的，我很理解你，就毕竟你错过了妙妙8年的成长时间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着急，感情这个东西啊，是慢慢培养出来的，得要靠时间。这个我懂，感情确实要一点一滴的累积，急不来。你呀，就把我当做心理医生，有什么问题呢，你就尽管说，说吧，还有什么问题让我听听。这几天确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。怎么了？妙妙她早餐吃的特别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早餐吃的少，你做了些什么？我就做了烤吐司、荷包蛋、热牛奶、沙拉。等会儿，烤吐司、荷包蛋、热牛奶沙，我觉得问题出在荷包蛋上。荷包蛋不都一样吗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煎得很硬，或者很老？没有啊。蛋黄有没有破？没有，我就为了让妙妙看着能够多吃一点、漂亮一点，尽量的把它做到最完美啊。问题找到了。妙妙呢，她就是不希望这个荷包蛋是完美的，她就喜欢吃那个蛋黄破掉的，然后比较焦焦的、脆脆的。哦，不完美的荷包蛋，妙妙才会喜欢吃。没错，小朋友嘛，他有的时候他就有，在他吃的东西上面啊，还有喜欢的动画片上面啊，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爱好。对，不一样。果然是你和他一起生活过，才知道他这些细节。你就记住了，时间呢可以冲淡一切，但是时间呢也能够拉近2个人之间的距离。我知道了，下回做一个不完美的荷包蛋。谢谢你啊。又谢我，谢谢我的时候麻烦看着我的眼睛。谢谢。眨眼了。谢谢。对了。哎，今天怎么没有早餐呢？今天阿姨没做，你来做。我做？对啊，准确的来说呢，你告诉我怎么做，好吗？妙妙，你要吃全熟还是半熟啊？全熟，老爸说这样比较安心。那你吃双面煎还是单面煎呢？双面煎。双面煎。蛋要戳破对吧？对啊。开动。
好吃吗？多吃一点啊！我给你抹果酱，多吃一点啊！来，黄先生，你看一下这款沙发。这款沙发呢，采用的是全牛皮，但是做旧的处理，所以你看到的效果全是做旧的。你可以试坐一下。好好好，坐旧，它的弹性适中，哎，感觉不错，感觉不错。是，但这沙发吧，我觉得舒服是舒服，这颜色太我们这儿有好多皮样可以供您选择，您看一下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对，呵，那么多呢。黄先生，我能问一下你们，就是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可以把那个装潢的设计图啊发给我，我们可以给你出一套方案出来。对，太好了。在这些方面呢，我们是非常专业的。哎，这颜色不错。好，好吧，记下来。就这个啊。好。哎，我想吧，我这个家呢不要太现代，因为我这人就比较喜欢复古的东西，然后要有点质感最好。复古，我们非常擅长，真的是吗？非常擅长。那太棒了，我找对人了。没错。那就这样吧，黄先生这边去。喂，小萌，正来，忙吗？刚见了客户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今天就是一个里程碑。妙妙终于吃了我煎的不完美的荷包蛋，还吃了吐司果酱，还吃了水果，喝了牛奶。喂，我没听错吧？是真的吗？那真的恭喜你了。那我报告完毕，我先去工作了，你也忙吧。OK， 拜。刚谈客户累了吧？喝口茶润润嗓子。好嘞。哟，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？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。哦，你说刚那个准爸爸，我联络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在唯品会上给妙妙挑了条围巾，你帮我看看她会不会喜欢。哇塞，真的要谢谢你了。我是觉得妙妙刚来上海，她也没在这儿度过冬天，这边挺冷的，天凉了她肯定用得上。而且这个网站特别靠谱，围巾的质量你不用担心，绝对正品。胡燕，真的必须要表扬你，我心里在想什么你全都知道。那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？那个当我没说，我忙了。谢谢你啊。阿姨，我的东西不见了。什么东西不见了？小肉包，我要去学校找。小肉包啊！可是妙妙，现在我们这么晚了，去学校找的话会惊动很多人的，要不明天一早你不懂啦。你是觉得妙妙妙妙
晚安，再见。哎，小萌啊，在俊啊，妹妹睡了吗？我能跟她说说话吗？妹妹已经睡了。哦，怎么样？妹妹适应的还好吗？她现在适应挺好的，她特别喜欢上海的生活，还交了新的朋友。是吗？哎，但是郑磊怎么跟我说，好像妙妙还没有完全适应啊？郑磊他瞎紧张呢。那你跟妙妙呢？你们没有冲突吧？怎么可能起冲突啊？妙妙和我现在还挺好的，我是她妈妈，能有什么冲突？那好吧，那我放心了。行啊，那我下次会早点打过来的啊，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。隔几天就有一个新难题出来，我现在光看个百度都不够了，哪还有千度万度？这个是针对那天会议客户提出的几点想法，我们又做了3套方案，小萌也有贡献自己的想法，创作思路还挺好的。小萌最近工作状态怎么样？工作的态度非常的积极，只要有活上来，第一个揽上身做。可是有点担心他。怎么了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呗，吞吞吐吐的。不知道最近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总是提早下班。但是呢，他上班绝对没有迟到，都是早到，绝对没有影响工作，你可以放心。你好像有点担心他哎。对啊，我付工资的，员工不好好工作能行吗？啊？好，懂了。那下面还有一页，您看一下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我觉得这里应该解决一下，好，这样的话空间会大一些。是，我再想想吧。好，行，那就这样啊。老总，我先去忙了。最近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挺好的。对了，你那个房子我住的特别好，谢谢你了。那就好。有事？没有，没事。行，没事就好好工作。Brian， 我有点急事，我要出去一下，你跟副总帮我请个假啊。方栋梁、左妙妙，你们可不可以告诉老师为什么要打架呢？他抢了我的小肉包。左妙妙胡说，我根本没有当他的小肉包。妙妙，你确定是这个同学拿走了你的小肉包吗？我看到他要抢。
我相信我们家毛豆，他说没拿就是没拿。那我也相信我的女儿，她说是你家孩子拿的，就是你家孩子拿的。二位家长，听我说一句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方栋梁同学把他的书包打开给大家看。老师，你凭什么查毛豆的书包？他都说没拿了。是这样的，把书包打开看呢，是澄清事实最好的办法。拿就拿。就是那个，他把它藏在里面。是我藏的漫画啦。是你要的东西吗？可是我看到它藏在里面呢。对不起啊，我错怪小朋友了，妙妙误会他同学了。没事。你看，这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方栋梁、董妙妙，老师说过什么来着？要好好相处，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打架。记住了，不要吵架了。妙妙，不能随便打人，打人是暴力的行为，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诬赖人家是小偷。你今天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，后果很严重。我以为他拿了我的小肉包。这只是借口，打人是不对的，打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这个猪肉干一定要尝一尝。每次都带那么多，哎呀！我在台湾的时候吃了这猪肉干就流口水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流口水，爸你一定要尝一尝，妈你也要尝一尝，好吗？然后我再尝一尝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前些天啊，你有个大学的女同学叫什么？哎，宁小萌的，哎，来找过你。那小姑娘长得挺标致的，你们大学里啊，是不是有一段？哎呀，没有什么有一段啊，我们就同学，别想多了啊。哎呦，那么久还惦记着你，肯定有点情分啊！啊，你跟妈还害羞什么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公园晨练的那个李阿姨啊，她的儿子月底就要结婚了。哎，你看你那么久了，哎，挺好吃的吧？哎呦，儿子，你听我说，你看你天注定该来的迟早会来。你看，原本天注定该来迟早会来，你别逼我。哎呦，哎，像你爸那么冷静，我什么时候抱孙子啊？你到现在都没找女朋友，那我也没办法呀，我是他生的。哎，你抓紧一点吧。哎呀，知道了，这个东西，急不得，我去哪儿找？哎呀，我想吃水果，我想吃水果。啊，行，我去弄，待会儿啊，好好聊。哎，那个小萌啊，上次我也见过她，我知道你当年为什么这么喜欢她了。哎呀，那么早的事情你还记得？这么多年，她突然又来找你，我觉得很不寻常。他不是来找我，他不仅仅找我，他还找在俊啊。哎，政委，他这次美国回来，还会再回去吗？不回去了，准备在上海待着，也找了个工作，反正我帮他安顿好吧。哎，爸，你说你什么？那个小萌她现在还是单身？哎，又来了，小萌什么单不单身？他单不单身关我什么事情？那倒很重要啊，当然。等会儿，喂，小萌，怎么了？
郑来，妹妹在学校打架了。打架了？她个小女孩怎么会打架呢？真的，我这会儿是请假出来的，刚去学校道过歉了，现在正往公司赶呢。你可不可以替我去接一下妙妙放学啊？她今天跟同学起争执，我不太放心，让高姐去接她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去接。妙妙受伤了吗？没有，是她把同学给打伤了。郑来，我感觉我把妹妹接回上海以后，每天都有很多的难关要过。每次过不了坎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了，小萌，你别想太多，一切都会过去的啊，有我在呢。好吧，别想多了啊，拜拜，不跟你说了。妈，你听你说话的口气，轻声暖语的，是交女朋友了吧？哎呀，不是女朋友，不是什么女朋哎友。呦，是女朋友就带回来给妈看看嘛。哎，只要你喜欢的，我肯定没有意见。我不跟你说了啊，爸，我走了，我有急事。哎，水果都切好了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林小萌呢？哦，不知道呀，下午就没出现过。他都没有跟你们说一声吗？让他回来之后来我办公室找我。哦。林小萌，孙副总说等你回来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啊，哦，对了，还有，工作时间如果你要外出，麻烦你跟大家说一下。孙副总问起来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，好像我对同事漠不关心一样。不好意思啊。你不在公司也没有交代，应该有很严重的事吧？对不起啊，的确有点急事，所以匆匆就离开了。不过我走的时候有跟陶总说一声。陶总？陶总不负责员工出勤吧？你汇报的对象搞错了吧？是我疏忽了，对不起。没事了，去接电话吧。谢谢副总。喂，蒋老师。知道了，行吧，老师，麻烦你了。哎，小萌，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，专门为你们这批新人准备了一个迎新 party， 咱们一起 happy happy， 怎么样？开不开心？今天晚上吗？对啊，你来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定好了。Brian， 我可能去不了，我家里有事。哎呀，真扫兴啊！你有什么事情让你家里人帮你顶一下吗 ？Work hard, play hard, play hard。不行。来，工作吧。好吧，这个方案准备那大伙好了就改期喽。大家时间都挺能敲的，你别为了我改期了。你们好好去玩吧。我们本来就是为了好啦 ，Brian， 人家不想去就不去了，不要强人所难，多一个少一个又没所谓。好吧。我要把落后的工作都补上，才能给妹妹更好的生活。妹妹啊，不管怎么样呢，你都不应该打架。你是一个小女孩，你应该学会用脑子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拳头，明白了吗？爹地，对不起。
好啦，哎，干了，来。晚上可不可以不要回阿姨家？不可以啊，等阿姨下班了就来接你。妙妙，我们给老爸打电话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来，喂，喂，老爸。妙妙，老爸好想你啊！我也很想听到老爸的声音。你怎么样啊？在上海开心吗？有没有认识新的同学、新的朋友啊？喂，妹妹，老爸，那你好吗？太爷爷、美秀姨他们呢？我们大家都很好呀，大家都很想你。我们这边没事，你呢？我也很好啊。那跟妈妈呢？跟妈妈处得怎么样啊？阿姨也对我很好。哦，好，那妹妹你好好睡觉哈，拜拜。怎么样？听到了老爸的声音，是不是开心一点啦？我可以回去看老爸吗？妙妙，从上海到垦丁要坐飞机的，很远的。可是不是每年都有存红包的钱，够不够买飞机票？这得想一想啊。那这样好不好？等到放长假的时候呢，爹地就带你回垦丁，怎么样？你的那些红包钱啊，就留着吧，以后上学用。好啦。你好，麻烦你，我想订张机票。上海。你来啦？妹妹呢？妙妙刚做完作业，我让她睡了一会儿。哎，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别提了。妙妙呢？她误会她的同学拿走了她的小肉包。那既然妙妙都这么说了，我当然也相信我的孩子了。可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误会。不过我已经跟学校还有对方家长道过歉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妙妙今天和在俊通完电话，心情好多了。他有没有跟在俊诉苦啊？没有啊，没说什么。那就好。我之前才跟在俊说，妹妹在这里过得挺好的。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要杀过来。妙妙现在人在这儿，在俊迟早过来，这是时间问题。那怎么办啊？烦死了！想那么多干嘛？快到了。你住在这啊？这边。住多久了？有一段时间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跟我来，上楼。
好了，到了，来吧，进来吧，看看怎么样？那你就住这儿啊。床单、被罩全部是新换的，牙刷、牙具都在卫生间啊。谢谢啊，还跟我客气。哦，对了，妹妹在上海到底怎么样啊？还在适应阶段嘛，他和小萌之间还需要时间，还没有适应好。如果这样，我把妹妹带回肯定去了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都来了啊，那你赶紧收拾东西啊，收拾，一会儿吃饭啊。小萌，你有孩子的事儿，为什么一直不让我知道呢？因为我想那是我的私事，所以没有说。只要我不影响工作的话，你最近频繁的请假，应该是为了孩子的事吧？怎么说没影响工作呢？对不起。奥斯顿的工作不仅是要做完，更是要做好。你的事儿陶总都知道吧？我要提醒你啊，公司人多嘴杂，我不想说我在包庇你，所以你以后时间管控一定要做好。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找我。好，谢谢副总。那我先出去了。陶总，喂，你就这么冲进来了？万一我的秘密都被你看见，你就危险了。我敲门了，你没有听见，所以我就走进来。什么事？这是龙泰集团的企划案，我放这儿了。还有孙总说他会等你的时间，然后再开会。提问：这个龙泰集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啊？宁小萌同学，回去要做功课，尤其是对我们要服务的公司，知道吗？龙泰集团是上海排名靠前10的投资集团，他们现在呢要做休闲产业，想投资度假酒店。虽然这个项目利润不是最大的，但是在行业内是有指标性的。孙副总还有其他同事已经跟进一段时间了，在提案的时候呢，我希望你一起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陶总。去忙吧。妙妙，这个店呢是我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。哇，怎么样？好特别哦！是不是很复古啊？这些我都没看过。这些东西啊，店里就可爱可爱了。往前走，我们来喽！你就是妙妙吧？你好，叫胡杨阿姨。胡燕阿姨好。你好，我们没有见过，但是我老听你 daddy 提起你。怎么样？我女儿可爱吧？像不像我？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准备了甜甜圈和热巧。欢迎你到上海。
谢谢。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老爸，你这次要带多久啊？看你弟弟什么时候赶我走喽？那你不要回去好不好？不要回去啊？那你问他可以吗？可以呀。他让我什么时候让我走，我就什么时候走。啊，不要回去。要不你把我留下来，好吧？我让你明天就走。啊，不然老爸走了。苗苗同不同意？明天就让他走。不要。没事啊，上海有天气在啊。那上海你带我去哪里玩啊？有很多好吃的啊。那有啊。我还有去过公园那边的。告诉弟弟你吃了些什么在上海？我有吃。哎，你看肉包这一张啊，他躺着他四脚朝天是吧？笑死我了。好像人哦，好可爱哦。他跟人在一起生活久了嘛，他肯定就会觉得自己是个人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牛魔王啊，可疼肉包了，他天天给他买吃的。看，这都老板他买的。哦。哎，你看这张，你看这个牛魔王的姿态啊，像不像猫咪的爸爸？啊，对，牛魔王让我啊一定要跟你说啊，说你放心，他现在呢就是那个肉包的爸爸。你才不要让他当肉包的爸爸嘞！对呀，怎么可以那么随便跟我们家妙妙配成一对？做梦！妙妙决定不让他当，我们就不当，好不好？对。肉包真的大了不少哎，你看，好可爱哦！能吃的可多了，可爱。所以啊，妙妙你是肉包的妈妈，所以呢，你不能输给肉包，是吧？一定要给他更吃的更多一点。好好吃饭哦。对，要比你看这个，哎，你看那个眼睛哥，花枝啦，他还是那样，你看他是不是？他永远拍照都这样，他永远是这样歪的。眼镜，他的那个牙齿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对，他永远笑的特别假，你看他，是吧？那个，对。哎，我觉得妙妙的房间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行。不是小萌，你这是干嘛？你不是看到了吗？我在给妙妙烫运动服。运动服不用烫的。哎，小朋友上运动课动2下就皱了。你呀，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在厨艺上面。说到厨艺，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妙妙喜欢吃饺子，还有葱烧鲫鱼啊？我是留点空间让你自己摸索。你是不是故意藏一手？疑心病。那小王，虽然说妙妙是自然来上海，但是来之前我跟你约定过，如果妙妙适应不了，我随时欢迎她回垦丁的。我知道。我们也曾经说过，如果你没有资格当个好妈妈，我会立马把妙妙接回家去。我知道。你现在后悔了吗？我才没有后悔呢。我现在也很努力的想让妙妙赶紧适应上海的生活。至于我够不够格当一个好妈妈，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可以来监督我。监督什么呀？赛俊，你来上海呢，不是给小萌添紧张的，她毕竟是个新手啊，
新手妈妈。对，郑小雷，我把垦丁的民宿交给甜心去打理啊，我把我的冲浪课都停了，我来这不是玩的。好，说监督有点严肃啊，这样吧，我是来辅助你，来帮助你。毕竟当妈妈你是个新手，跟妹妹相处你也没有什么经验。我会暂时留在上海，我也有什么问题，我会马上处理。我会努力做一个好妈妈的。对，做一个好妈妈不是靠说的，想做跟能不能做到是两码事。你别把当一个好妈妈做一个很浪漫的想象啊！带孩子更不像你盖房子，不像是你画一张蓝图，孩子就会跟着你那个设计去成长的。你以为你是缺失了8年，其实那8年比你想象中的更加遥远。好了，谈心到此结束，不聊了，换话题啊！唉。哎，郑磊，你冰箱里怎么老是放一些吃不饱的东西啊？赶紧去补充一下。这2天我忙啊，没时间去。怎么，在小萌家没吃饱啊？小萌做的菜你能吃吗？你说他请那个高阿姨来帮忙，万一高阿姨要请假，那妹妹要吃什么？谁照顾她？哎呀，但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小萌挺努力的嘛，对吧？那这附近有没有便利店？真饿呀！是啊。好了，交给我吧，我去。我赶紧去吧，别动我电脑东西啊！哎，让你别动！我走了吗？喂，童丹啊，你怎么还没到家呢？快了，就快到家了。童丹，最近咱们家附近听说有色狼出没的，你可加点小心啊。什么色狼？色狼怕我还差不多，我不是给他打成残废啊，就是给他打成肉饼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姐。好，那你快点回来啊。还敢跟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喂，你干嘛？你跟我干嘛？你是不是色狼？不是谁跟着你？我放开我！不是你放开我呀？怎么了？放开！怎么又是你啊？什么事？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啊！我碰见你我就倒霉。哦，我懂了，上次的事你还怀恨在心，所以你想趁机报复。谁报复你啊？这是我回家的路。你回家的路？那好，你住哪栋楼啊？我就住前面那栋。
那栋。你说你住这儿，你住几楼啊2楼。？2楼。是的，警官。上次是我误会你，但这次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走走走走走，我证明给你看。看你能演到什么程度，等着拿金马奖影帝。你确定你住这儿？我确定。看到了吧？喂喂喂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你这是私闯民宅，你懂吗？我是警察，我有调查真相的权利。别老。你好，我是民警童丹，请问这位先生是住在这儿吗？是啊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那个。他还以为我是色狼，要对他行色，谁对你有兴趣啊？童警官是吧？虽然这个人呢长得有点猥琐，但你相信我，他绝对不是色狼。对不起啊，这真的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，不好意思，这个。你别对不起了，反正我碰见你我就倒霉，8辈子血霉。不是故意的，真的是不好意思，对不住了，我这。没事。他。喂，怎么了？你脱臼了还韧带拉伤了？疼啊！然后把看家的本事都使出来了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喂，你痛成这样，喂，我送你去医院吧啊！对啊，要去医院吧。上来。这位先生，你先休息吧。我照顾人民是我的职责，我一定会负责他的安危、他的健康、他的幸福。请问两位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左再俊，他叫郑磊。那左先生，我改天再来拜访。我先送郑先生去医院了啊！别碰我！我先送郑先生去医院了。早休息。走了。左先生早休息啊！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医生他那个情况怎么样？照目前的情况看来，是韧带拉伤问题。你放心，骨头没问题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要在我们医院的康复中心做后续治疗。那后续治疗要多久啊？这个很难讲，要看你的康复情况。好的。郑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您的那个医药费我全包，然后您每次来复健我都来陪着你。不用了，不用您陪啊。反正呢，我是觉得我每次见你呢，我都挺倒霉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少见面。您别这么说呀，您看怎么都不像是倒霉相。那是啊，那是因为我福大命大呀。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您看啊，我。我说童警官，这都几点了？你老跟着我，你看，这都几点了？1点过了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怀表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电影里见过，生活中还真没见过。我谢谢你啊，警官，我到家了，你赶紧回去吧啊。好，那我回家了。喂，这是我家。对啊，这也是我家呀。我住1楼啊。你也住这儿？对啊。
我怎么不知道我家楼下住个警察呀？这大城市住楼上楼下不认识，不也很正常吗？其实啊，这是我表姐家，以前上学我老来帮她带孩子，最近工作正式报到，我才真的搬过来，请多多指教。哈，不敢。那你呢？跟你一起住的左先生是你的谁啊？警察还这么八卦？这不警民一家亲吗？他是我大学同学，从台湾到上海来住一阵。哦，那大家楼上楼下的，以后有事就喊一声啊。好。哎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确定住这儿？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。晚安。郑先生晚安。哇，这样会痛吗？有一点点。那这，哎，好，那我轻一点，我轻一点。哦，啊，盛来，妹妹一听说你受伤了，就要吵着来看你。苗苗，原来你这么孝敬啊！啊，你这么一揉，爹地都不疼了，你看都不疼了。哎，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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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点都不疼啊！来，再揉揉。哎，老爸，爹地手受伤，我可以住在这里照顾他吗？你自己先问问阿姨啊。可以吗？妙妙，我觉得还是住家里比较好啊。你想，家里离学校又近，而且还有你单独的房间，不是很舒服吗？那不然老爸跟爹地搬过来住呢？可以吗？要是妙妙喜欢的话，阿姨赞同啊。不过你要先问你爹地还有老爸的意思。我问你老爸。老爸，拜托了，搬过来了，拜托。没有了，老爸可以每天去过去看你，也不一定住在一起嘛。再说了，爹地他自己有房子，是吧？搬过去很奇怪，是不是？啊？哦。我帮你揉。哎，妙妙都开口了，你在顾忌什么？顾忌什么？不是啊，妙妙既然来了上海，我们就应该让他们多点时间相处，对吧？你说我们真的过去干什么呢？那你有没有换个角度想想啊？如果我们过去了，能够促进他们感情升温啊？那过去要住多久？住到他们感情沸腾为止啊！既然妙妙都愿意来上海了，林沈萌就应该想办法自己怎么处理啊，而不是靠别人帮忙。